4月份咧，我哋有教育大會。剛剛咧4月份裏邊咧，我哋都有一個遊船河，呢個船河嚟嘅。咁喺遊船河嘅時候咧，我哋都會聽教會總會嘅講道。我哋93歲嘅先知 Elder Oaks 去講及點樣成為好似像基督咁有和平使者。原來用基督嘅方法去成為和平嘅使者，係令到世界更加和平有愛，家庭更加融洽相處。咁但係呢個世界上面咧有好多唔同嘅意見，特別政治上面咧會令到各人咧紛爭嘅。但係諗下基督點樣去同唔同意見、唔同價值觀嘅人相處？嗰啲罪人啦，咁耶穌基督冇定佢嘅罪，唔定佢嘅罪，但係咧就邀請佢哋唔好再犯罪，將唔會再去講佢犯咩罪，唔會再揭佢嘅瘡疤，令佢更加痛苦，增加佢哋嘅 suffering， 去減低佢哋，邀請佢哋悔改。咁當撒瑪利亞人嘅故事裏邊咧，佢唔係要求我哋去講出你要做乜，你要做乜，去講一個故事去啟發，去邀請我哋去愛其他人。關於呢個打井嘅故事，撒瑪利亞人婦人啦，耶穌基督首先係建立關係先嘅，要求人哋邀請去人哋服務佢，或者自己去服務他人。咁建立關係同埋問呢個問題，然後先至啟發他人自己發掘呢個真理，我覺得非常之好。咁我哋用之意思就咧，我哋唔係放棄我哋嘅信仰，或者我哋嘅覺得自己真理，亦都唔係對自己嘅信仰、自己所追求嘅嘢而作個妥協，係要我哋咩咧？係要我哋用愛心、基督愛心去表達出嚟，堅持呢種表達方法，就係成為好似基督一樣和平使者啦。